我們申述2026年，如果主流營養學界真的發生了食物金字塔倒轉，即以優質肉類、脂肪、原型食物為基礎，極度壓縮碳水化合物和加工食品，這背後絕對不僅僅是科學發現那麼簡單，而是牽涉到龐大的政治角力、資本洗牌與地緣政治。以下為關於2026年食物大重置倒轉的食物金字塔背後的潛在政治陰謀論與政策解讀。一、人造肉泡沫爆破與專利食物的陰謀現象。曾經風靡一時的 Beyond Meat Impossible Foods 等植物肉或實驗室培植肉，在2026年面臨重大挫敗或市場崩盤。陰謀論核心：科技巨頭對糧食的控制，專利食物的陷阱。陰謀論者認為，推動人造肉的真正目的不是環保，而是糧食專利化。真正的牛肉無法被申請專利，但人造肉可以。一旦人類依賴人造肉，糧食供應權將從農民手中轉移到少數幾家矽谷科技公司和生物科技巨頭手中。超加工食品 UPF 的反噬。2026的覺醒在於大眾意識到，這些所謂的健康食品本質上是高度化學合成的超加工食品，充滿種子油、添加劑、合成維生素。這被視為大食品公司必夫試圖用廉價工業原料取代昂貴天然食材的騙局。失敗原因：消費者發現用高價買假肉反而導致代謝健康惡化，這種反彈導致了股價崩盤。二、有機食物與再生農業階級鬥爭的新戰場現象。真正的有機食物草飼肉類價格飆升，成為一種特權階級的象徵，而普通大眾仍被廉價穀物飼養。陰謀論核心：精英階層的生物區隔，健康的貧富差距。陰謀論指出，全球精英 Global Elites 一直都知道真正的營養來自原型食物和優質動物脂肪，他們自己食用私人農場的有機產品，卻通過政策和媒體向大眾推銷低脂高碳或吃蟲子、人造肉來拯救地球。土壤即黃金，隨住表土流失嚴重，擁有肥沃土壤、用再生農業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的土地成為新的地緣政治必爭之地。這不再只是農業問題，而是國家安全問題。美國政策轉向支持小農，可能是為了擺脫對依賴化肥、很多原料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工業化農業的依賴。三、美國政策大轉向，讓美國再次健康抹下的政治算盤現象。美國政府假設受到 RFK、JRB 等反建制派系的持續影響，開始攻擊原本的 FDA、USDA 營養指南，甚至拆分農業與健康部門的權力糾葛。陰謀論核心：對抗大藥廠的財務戰爭、醫療破產的自救。這不是出於仁慈，而是出於財政恐慌。美國的慢性病、糖尿病、肥胖、自體免疫病正在拖垮財政。陰謀論認為，政府意識到大藥廠 Big Pharma 和大食品 Big Food 形成了一個利益閉環。大食品公司讓人們生病，大藥廠通過治療這些疾病獲利，切斷利益輸送。2026年的政策轉變是一場政府試圖從藥廠手中奪回控制權的戰爭。倒轉金字塔，鼓勵吃原型食物，是為了減少對終身服藥的依賴，這直接觸動了萬億美元的醫藥利益。種子油戰爭，政策可能會開始針對高度加工的植物油如大豆油、玉米油徵收重稅或限制，這被視為對傳統農業游說團體如玉米和大豆協會的宣戰。4.2026的人口控制與代謝健康論現象，主流敘事開始承認胰島素阻抗是萬病之源。陰謀論核心：讓大眾變笨變弱的手段。腦霧與控制。有一種激進的觀點認為，過去幾十年的高碳水、
高糖飲食方針是為了讓大眾處於長期的代謝功能障礙和慢性發炎狀態，這會導致腦霧 brain fog、痼酮下降、男性女性化和順從性提高。覺醒的代價。2026年的食物反轉，代表一部分人開始拒絕這種化學氧，追求通過生酮、肉食或全食飲食來恢復認知清晰度和身體強壯度，這被視為一種反抗體制的革命行為。最後，從熱量島信息的轉變，在2026年的這個假設情景下，食物不再只是卡路里，而被視為給身體的編碼信息。舊金字塔輸入錯誤的代碼，糖、加工油，導致系統崩潰、生病。新金字塔輸入正確的代碼，營養密集的真食物，系統優化。這場變革背後的政治陰謀，本質上是自然派與工業派的決戰。美國政策的改變可能標誌住工業化食品帝國的衰落，以及對傳統農業價值的一種回歸。但這條路定鋪滿了巨頭們的阻撓與反撲。